来看高雄市鹿竹区的板岭国小，今年迄热地挂牌哦，真做是咱国内头一间台语实验的小国校啊。学校的老师嘛已经先用全台语上课一学期咯。也毋过有台湾学者是批评讲，有一寡协助这老师台语备课的代理代课的老师哦，拢毋是正式的编制。高雄市教育局嘛表示讲，会尽全力来协助。来到高雄路竹嘅北岭国小，这其实我近台南的认得，要有高雄的江山。目前已经试验一学期，拢用台语来做教学，就连数学拢是用台语来做教学。来是安尼写，互你熟悉一下。北岭国小对2024年就开始培训全校12个教师，大量用台语上课，包括部定课程、数学、生活、社会，也各有音乐、健康、体育。另外，低年级也有台语陪伴、台语采访，中年级有台语认证，要起做浸知识的台语环境。只是用台语教学课，一点仔都无轻课。几分一？一台台语。小塔嘛讲到对无？小塔，你讲数学的专有名词嘛，吼，搁有就是其实有一寡生活的用词，我嘛无啥认同。阮咧讲背的时阵吼，嘛是透过伊台湾教讲，我这要安怎讲吼，较主人较日常化，因为迄课本写的字，咱若要直翻嘛是怪怪。目前学校内底台语师资有2个代理甲2个代课，未来正做台语实验小学，台语师资拢毋是正专任。台湾学者认为，对永续发展的观点来看，这并无妥当。你袂使拢干那叫迄种算钟点费的，迄要来做这个资源，这是袂通的嘛。你专任的台语老师爱甲拨落。因为咱希望讲，咱是为师资为教材的内容，拢真正爱去符合。咱设立实验学校的这个初衷啦，真正是真正式的教学。目前，北岭国小当伫咧针对5月份教育局甲审查委员提出的课程内容建议来做最后的修改。即阵全校58个学生，114学年度新生人数已经招到15个。高雄市教育局表示，确定今年hiệu纸就会替北岭国小挂牌，正做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，施行的状况受各界器重。记者阿明金华为做高雄报道。